个礼拜开始。保守咱脱离一切罪恶，互咱会当用悔改的心来恩主认罪，嘛恩主献上感谢甲懊恼。感谢上帝伫生活中拢保守看顾咱，伫咱面对困难的时也帮助咱。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属灵的教会，互真侪人会当做伙参与伫礼拜当中。那么为阮教会长职、甲小组长、甲所有的同工来祈祷，求主互因伫服侍的当中会当拿服侍、拿甘甜，嘛为阮教会青少年甲主日学来祈祷。因伫9月份就要开学，进入一段新的学期，求主帮助因伫学校的当中有主的灵伫伊的心中。咱做伙开喙，来为这两项来祈祷。
愿在咱今日礼拜，吼每一摆的聚会，拢充满神荣耀的同在，嘛求主赐我智慧，伫咱所有兄弟姊妹心中，做为领受伊的话语，因为上帝是听通听伊话语的人，咱做伙来开喙祈祷。
是顺境，还是逆境，咱要来讨论上帝。
唱8首。